观众朋友，今日个好冇，快要收看福起来嘅，我係阿明哥劉浩明。觀眾朋友唔好考蘿蔔嘅冇，其實一幾年喺台灣咯，嗬蘿蔔嘅100人來考嘅，因為嗬睇蘿蔔嘅地方，可以是咖啡，唔係可以糖鹽鵝。睇台灣咧全省甚至離島都嗰度蘿蔔嘅，聽下人哋面農有啲鬼特別嘅三合木，而喺後台規劃以後，而對啲快氣嘅老人流。變成一個另外一個的旅客，如果經常去聽味的一個個有特別的民宿，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如果係民宿的主人鍾思維來到現場，而家同人講，伊係樣的去經營民宿的，我哋馬上來歡迎鍾思維來到現場。主持人好，大家好，我係鍾思維哈，我睇民農可以嘅民宿，歡迎大家來了。我想問一下思維哈，你喺萬世路睇民農台未？然後一直都見㗎？韓式迄多5歲，因為我爸爸媽媽喺台南上班嘛，愛厝本來阿媽厝土愛土到5歲，5歲以前厝喺睇民農。咁5歲以後都細個台南係咪？係啊，爸爸媽媽厝帶我去台南讀書咩？咁如例如像佢講係啲都市生人咧，其實算按你算行來講，5歲以前喺民農嘛，但是以後都喺你台南。台南，咁後來都係都市上班的吧？係，我厝5歲以後出去台南，可是幼稚園嘅國中、高中啊，都太好厝喺台北咧。係啊，不過我明年厝最懷念的還是睇民農那段童年啊。為什麼？這麼咯？冇嘛個阿弟咪明年厝阿媽厝9省條厝比我去西竹南咩啊？下厝厝帶我去娘家村，明日做過幾快樂安尼。嗰時候嘅時間睇鄉下人哋係過最長嘅時間啦，因為到台南以後開始都讀書誒，真是都開始有壓力咧。有壓力咧。咁你嗰時喺台北係做乜嘅工作？我喺台北做一個攝影記者，攝影嘅記者，攝影記者，咁唔錯啊！而家做開民宿，咁唔幾時間嘛唔係學埋個餐飲科啦，無論埋個旅館管理，唔係，係做攝影，當初都我做攝影也工作咯。我講我第韓時候，我讀書讀得唔好，每一個科目都不好。不過我啲都嗰種都國中和高中的時陣，我爸爸做教我學樣。係咪？我拿到個相機哦，那個咔嚓咔嚓的聲音哦，然後又把照片哦，按呢洗出來，按呢我覺得那個還蠻有成就感的。對我做本嘢學樣哦，深深的吸引到安呢。好，嗰時後來，但是太好本了，如通入嘅。沒有啊，冇都講嘛嘅新聞課嘅，讀嘅係中文系哦。哦，唔讀太好讀中文呢？可是中文呢？因為係數學改唔好，嘛嘅又唔好，我做中文改就冇按，改成改簡單啊，我就是考了中文系這樣。反正民一講如果中文啊，至少民一講說應該什麼沒那麼困難，我做填了中文系。唔曉得算式，唔曉得英文，但至少中文會講。我其實是蠻茫茫嘅。對一個人生和媽媽嘅目標，不過我做記者我爸爸教我一個培養我就很喜歡就是攝影安尼，所以我畢業以後我想因為我爸爸媽媽做記者嘛，做記者我出第二年訪問幾多人，很多大人物。我就覺得說，那是做記者不過唔是瞎，做的融入我的興趣，用培養的就攝影記者，我就去應徵天下雜誌的攝影記者。因為嗰陣我上問講，你有中文呢？即係你講出去嗰種簽記者工作嘅話，一定係做文字記者嘛，因為文字對你來講係應用嘅最好嘅一個工具嘛。但是你要變成一個做我哋講培養嘅記者原來係對完成經驗有關係。咁做培養嘅記者嘅身份應該我講歸多變吧。一開始我公司對我幾好嘅，真是有在培養我們這種新人，這樣一開始已經全世界。就出錢本去，美國、英國，到北歐、丹麥、泰國馬去咩？越南啊、柬埔寨，全世界走透透。一開始你就覺得很有成就感。後3年後，我們是出錢，公司出錢本去全世界去上去採訪。不過
我差不多做为7、8年吼，就觉得18歲嘅，結婚嘅咩，有冇嘢，我太太出門嚟講，人家禮拜又要出街咯，我能過上去同出去了呢，用做唔得安尼，講做唔得啦，要上班呢，幾早出安尼，公司本來應該出去。可是變成幾早工作冇唔錯嘅可能軌道變化，會軌道嗰度冇強嘅人，可以冇強嘅地方，但是伊可能要犧牲了你自己個家庭的身份。真是的。尤其係你這個話喺單挑嘅時間，話喺一定年嘅時間，冇差，反正這個身份都得工作。但是你等結婚成家立業嘅，唔會希望講，人家都看嘛會希望講，你這個有過多時間才能強下啦，或者其實你會想到，但是你這個爸爸媽媽嘛係記者，其實做記者嘅時間，應該嘛提供爸爸媽媽其實應該嘛係規模下嘛辦事嘅時間。我很細時陣唔知咩，伊有本來前出好嘅啊，我見太嘅，我真是只是那反正講，我自家啲後真是挺崇拜夠辛苦，又冇6日，又沒有6日嘛，沒有週休嘛，安尼夠辛苦，所以我差不多一個攝影記者做咗8年了9年了，我就覺得很厭倦了。有乜個突發的情形，然後馬上落去指引，有些去培養嗰種，因為佢相片最重要，相片可以講幾多故事。對，一定要在現場。嗰種咱嘅戲館嘅地方，種頭講，其實係啲國內最有名嘅雜誌嘛，伊嘛用安泰嘅心理培養的就是呢，培養嘅記者，你就講去國外啦，採訪過幾多嘅名人。冇去到嗰個地方，從你喺國外採訪嘅經驗地步，有印象幾深嘅冇？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一下。印象幾深嘅哦，應該是講，出個倫敦奧運嘅時候嘛，倫敦奧運時候，一個倫敦主場館還沒有開幕以前哦，一出邀請俺人，就是文字記者出。我們台灣出俺人代表沒，出俺人一個文字一個攝影，就先進去那個倫敦奧運場館，安尼去上去採訪。在全世界還沒有看到的時候，我們就已經第一眼看到了。這是我一個英雄歸程的英雄安尼啦。咁像安尼，譬如講，全世界唔是看到嘅東西，能可能真的因為你係記者嘛，伊就希望講先用唔同嘅鏡頭來去發布一個最特殊嘅消息。咁你去到嘅片，伊對伊啲你冇翕過嘅地方，我冇翕過。你用愛地講，哪嘢角度係最正嘅呢？角度啊，因為一開始你嘛唔可能講啊，全部人的平面圖本看啊，好。咁你去尤其係我哋嘅廣場安泰。你用嚟去翕講伊最正嘅地方，無論因為講一下都地講，也係一定用嘅特別設計啊，用嘅角度去翕完那東西。比如講你去了那個奧運場館，有沒有？你都會去一個地方吼，你就要做去看看伊個附近吼有乜個高樓大廈嘛？那是我調價剛才講吼，你只要站得比別人高，或是蹲得比別人低，你嘅角度出干伊冇強用這樣子，所以你做想辦法吼，請個幾個嘅地方，安尼家去下來，冇出唔出面咧貼下吼，你往上拍，就角度不同，你嘅相片出冇強用安尼。咁你話，咁等於你講，你即個去啊很多國家，用人家嘅我哋講博人記者身份，咁博人記者身份係咪睇每個國家路？我講啊，往來之路，我哋看到我哋講，我是攝影記者，警察的連警察的入門內容啦。有哦，我有本警察入過哦。喺日本嘅時陣，我記得嗰種，我喺日本唔係採訪乜嘅主題哦，嗰種出什麼日本什麼經濟起飛之類吧，也類似這樣的主題。我出睇個地鐵上吼，看到幾多後生嘅。明眼演出哪一個貴嘅天圖板機，一個人一架天圖板機，佢嘅打，你看佢啊，夠有錢哦，整個經濟蓬勃，日本經濟蓬勃，我做一種相片一天會本案主管稱讚這樣，我做咔嚓，一個上咔嚓按台，幾種人後生嘅看到就不得了，一出剛才一個相機吼，甲伊搶過來，講用安尼，用做得安尼顯眼咯，安尼做唔得咯，演出打天發向警察來呢。警察就趕牛去警察局啊，因為我犯了他們的寫真法。喺日本出做唔得安尼，沒有經過人家同意就趕緊去修。
好安尼哦，因为他们有个写真法。可是其实应该讲，你扑相以前这个拍唔低啦，哈，扑相以后不应该这个低。可是因为俺有一种胸片没，你再怎么样，你要有个勇气按下那个快门这样子啊。可是问题，能演下一的时间，你这个都在底有写真法这件事情，还是讲你警察叫我以后，你太溜去那冇嘛个写真法，你去咪给买东西，大家都很 friendly 啊。来底下去休三位安尼。好，咁你本人你去警察叫我，其实有嘢報冇？冇報我唔敢本人啲，因為很丟臉啊。我做嘛咯？你這個我喺機場，我有沒有反應？我有沒有對人做嘛事情啊？如果記用等於本來反用嘅建設啦，做嘛？哎呀，不過他那個警察，警察就跟我講，哦 ，you can 那個 take a picture anywhere in Japan is illegal。哦，對呀，跟我說這是違法的。好噶，我就坐也差不多，坐2點鐘哦，2點鐘，不用挨貴意哦。咁唔衝嗱你吧，唔睇外國話有採訪過嘛嗬？啊，唔睇國內人佢即係講100年以內有採訪過，你咪鬼神奇嘅事情。有鬼好難嘅事情，我買鬼神奇嘅事情，因為俺採訪嘅對象哦，全部都有錢嘅，像張忠謀啊、郭台銘啊，還有現任總統，對各行各業的 CEO 啊，就是我乜嘅特別印象深刻，就是。咪擺嘅採訪哦，出過努力去甲伊採訪去翕相安尼啦。唔講就過努力採訪翕相啊，唔講就努力翕相咯。努力翕相出，真是我佇翕相我翕一個人之前哈，我上網哈查幾多資料啊，他會他有接受各家不同雜誌媒體的採訪嘛。你要避免拍到相同角度的照片，所以你要避開這些就圖案的啊。我會預設很多立場，說我要怎麼擺拍這個，比如說張忠謀好了，對，我希望他照我的方式去就是可以配合我。可是他是個大老闆啊，我心肚裡是夠講義啊，不過我不能表現很害怕他的樣子這樣子，所以我必須要把我這個氣勢蓋過他。我翕相以前其實呢做過多功課，哦，嗰時唔係講伊翕你也翕安尼都可以嘅，你可以交代，因為伊相片寫出來，有做功課冇做功課，可能出來呀，可能出來。其實做一啲入樣嘅其實冇咁簡單，要做貴做功課，休息一下哦。等下有位同學能講，伊去看張忠謀同馬英九鬼神奇嘅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的來賓總是為同我哋講，伊在做入樣記者嘅時節發生了幾多個神奇嘅事情。我想問一下，頭有講過，有採訪過我哋嘅張忠謀啦，我哋馬英九。張忠謀其實唔係一般人可能都伊嘅呢，吼，因為可能係人我哋講插枝沙係啲最有名嘅插枝沙，然後可以採訪到伊，伊其實嘛幾無限嘛。咁等去採訪伊嘅時節。伊迄種樣嘅情形呢？伊初啲嘅本採訪還是講有乜個規矩冇？我還記得出本子記者採訪迄個吼，演出去嘅咩？啊，張忠謀嘅辦公室提配出搶愛干伊2個人，啊，伊出剛來講啊，伊要去偏手啊，來出講吼，董事長我等你這樣子，伊出去嘅。啊，伊嘅辦公室吼，來出看到伊嘅書桌面吼，太多東西，來出記得我主管剛來講啊。周遭攝影的周遭哈，環境要保持整潔。啊，我做改整理咩？可是改整理的規槍，我就覺得說，伊那是歸了吼，他一定會稱讚我這樣子。結果伊歸了哦，勃然大怒，砍斷命哦。啊，伊砍斷命，愛做下斷命安尼。他說董事長，對不起，伊出講你怎麼可以動我的桌子這樣子？也主重面後啊，還有他的太太那個張淑芬的照片嘛，我還把它轉了一個角度啊，他整個就是非常生氣這樣，哦，所以他整個那時候就是他敢冇看過張忠謀生氣的樣子嘛，唔講也敢講啊，只是有看過。剛才應該講，後來這件事情用了，你後來用了翕相咯，因為案件
用的一边讲整个气氛够对了，对，很僵啊，真是够僵。我跟他90度鞠躬，说董事长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这样子。可是以马松他的怒气就消下来，他以马龟怎样啦，他要把自己的怒气压下来，他可能想说赶快把工作完成，赶快我走，赶快把我赶走比较重要。可是一路马松都唔肯的，然后你就赶快把香翕吧。哎呀，这种相片翕出来，龟他很喜欢啊，也还有抢眼感来偷一个相片呢。好啦，至少我相信讲张忠谋董事长，其实董事长嘛吼，伊迄嘛看过看到台风台浪的人啦，他应该不会跟我计较。係啊，應該唔會同佢嘅，一定唔係喺度做事情。係啊係啊。專門翕出來作品要按好，我相信以他嘅地道，他個人都比較工作，好，可能有啲人咧，各私人嘅東西唔好噴一同啦。真是啦，要搞藝要黑到藝都唔敢同該當嘢嘅東西嘅。咁將喺度唔知個。對於咧，我哋講一批我哋講菜鳥，好新鮮人來講嘅話，後來唔知佢要頭都講要訪問到總統，其實對於人哋雜誌來講嘅話，訪問總統應該係歸常規排到嘅事情，譬如講睇人物啦，政商名流啦，睇人物。訪問總統嘅係你乜嘅時間咯？訪問總統，我記得是訪問馬英九總統嘛，他剛當選的第一年嘛，我們天下雜誌就是有第一手的那個獨家專訪。我記得今日出我們90條規則哦，所以你去總統府等於哦，你去以前哦，全身的裝備檢查什麼都是很徹底這樣子，都完全的檢查。不過真是夠緊張啦，因為很重要的一張照片跟一個專訪這樣。咁我訪問的時間，這個我記得，冇得講，而家見訪問如這個見行咩？還是講以訪問係咧係唔能開始翕相？以訪問時陣吼，我做翕相咪翕公發很多的手勢，我改記錄下來沒？採訪文字採訪完之後，還有獨照嘛？我出去帶一個我覺得不錯的角度跟一個背景，出請他站在那邊，讓我拍我要的樣子，這樣子。可是按你有你的以前的嗰種經驗以後，喺度訪問到馬英九啦，好嗰個總統，你這個翕相的嗰種經驗裏邊呢，佢刺眼的，你提講太人物安樣去面對人咧，係咪？冇刺眼咧，我腳一直抖誒，因為畢竟我一條架也親自出馬啦，那樣我那時候真是還是一個菜鳥，這樣，覺得一個菜鳥不然去總統，我就覺得我的主管到底在想什麼這樣子，因為他們這麼重視我是盡量說不要讓他失望這樣子。冇表示失望嘅話，唔係用嘅方法，你將頭都講嘅，係咪企喺最高嘅地方冇咯？拍個最大下的地方去翕，你冇向我角度去翕嘛？所以我出普拉提天來下咩，從頭到尾一點鐘後我都沒有爬起來過。我出普拉提來下翕咩，我想說從下往上把它拍得高高在上的感覺這樣。唔過我開始普拉提來下翕相的時陣吼，我喺條架吼，一出把條來坑來撕有撕又敢來拿，我出。熊啊，又思愛又剛才那也蠻意思哦我就把它解讀成說，就是在稱讚我表現得很好，這個角度很棒這樣我就想說按你稱讚我，我出某紅 hero 影帝某，我出也要表現給他看，也要表現給馬英九看所以從頭到尾出破他聽來還按你黑馬英九，其實他是非常生氣，叫我趕快起來的意思咁等於你講當從冇了解到人家主角，我冇了解到嘿，我條解乜意思？咁最尾拍出來嘅相片呢？沒有很好。那是一個判斷周圍的照片，這樣子。對，真是是夠緊張啦，嘿嘿。不過沒有關係，出一個很夠特別驚豔安尼啦，嘿嘿。不至少。真常嘅角度還是有翕啦，只是講這個本來希望講，我係咪用一個貼片嘅角度，我哋來記錄馬英九，嗰時候你鋪個在下，但是後來那個仰望的那種感覺應該怪怪吧？唔會查啦，但是那場採訪最重要的相片出外界馬英九的合照，因為那個合照我做得帶本去本阿公看安尼。我做跟阿公講我唔是做醫生，我唔是做刑商，我唔是做律師，不過我做得跟總統馬英九
翕相，该采访安尼。给以前的年代地方，真是同人总统翕相，还是无简单的事情。真是啦，阿公民意去眼镜出去干人，大嘴鼓出干讲，阿孙呢去干嘛就翕相安尼啊，佢像做到安東人的一種博洋記者吼，你全世界內陸去行搞嘅，咁唔得嘛？應該喺到嗰度無強嘅嗰種人哋講Lisa 啦，好冇得飯店啦，像喺嗰個地方對人嚟講有乜嘅印象嘛？還是講遇到啲工作嘅地方，反正都 Lisa 度水木啊，有嗰種有印象嘅飯店嘅。好啦，比如說日本的家和屋嘛，言語要搶人去採訪咩？俺都有一個家和屋哈，俺們就是入住那個總統套房，俺一個人係一間總統套房，一台人基本上差不多50-60平哦，出一個人係，落尾吼從個露台吼，安尼從個大口還有一個戶外的花園，出一個很大的一個溫泉，出一個人安尼。唔講出看到人吼，讓一個家和屋吼，一個傳統的東西哦，跟建築吼，把它融入在那個飯店裡面，還有那種雕花啊、雕梁畫棟啊，他們以注重那種文化的傳統哈，然後融入那種現代的住宿裡面哈，以對我的印象說，哦，我現在就是對我的經營民宿的印象說，我覺得就是說，你除了一個便利性以外哈，一個民宿哈，除了現代便利性以外哈。做的保留的文化跟歷史吼，一定要給保留下來。因為我按你冇都想講，我都想講，你做扮演好好嘅咁樣嘅記者吼，其實人要插枝三嘛，歸跳去培養的新人啊，佢做埋後來你要轉變佢的民宿，係咪講因為你以前喺個安多飯店啊啦，喺個安多我哋講Lisa 嘅，看過無強嘅東西以後，你想睇民農開嘅民宿，當初我睇民農宿開嘅，你想民宿嘅一啲想法嘛？因為俺真是該從出家咩，你可以應該去英國倫敦，沿街道兩旁或者他們的住宅區全部都是維多利亞石頭的建築咩，他們的沿呢法律跟政策演出講，你外觀都不可以改變，唔講你底部要怎麼變，就是都隨便你們，但是你外觀就是不能變。來出剛剛況，你說你看日本、看英國，他們這些地方觀光這麼的發展蓬勃，因為英國的保留全部有保留下來，所以來出底下那是來歸民農開民宿來一個阿公留本安的一個貨房這麼的傳統。後背有山田，條前有水有田，過江，我覺得應該是嗰度外國人會歸好亞種傳統的台灣建築啦。其實外國人其實佢做到地講，像安尼嘅風景，要用法律嘅方法去保護伊。唔係講希望有位富嘅歸江，有海邊歸江，我都呢啲財團，都係夾入作為啲歸太了，結果同人哋富區呢嗰種建設，嗱冇得喺啲人嘅面上完全冇共用。好，嗰時睇改革嘅時候，其實亦都佢要嚴格啲法律嘅指定講，唔見得愛做嘅話，外面唔可以變，好，唔地方一啲裝嘅鬼唔怕，用新嘅內裝、新嘅裝潢是唔怕，但是外面嘅情形係唔可以嘅，而家維持條街嘅，例如路街嘅樣嘅，嗰種像市民看到安度，我哋講路街啦，吼，無論人講嗰路嘅飯店嘅，尤其喺日本吼，嗰度嘅嗰種飯店200-300年，可以維持到一個按古老嘅形式，但是地方係新嘅裝潢。咁你即個講，你即個有一啲阿公留下來嘅三合院，啲阿公以前，你全部總務員全部喺呢個三合院裏面。係啊，我哋民農一種三合院哦，我哋出。很多貨房，一夥人嘛，做很多貨房哈，他家喺那地方，歐記啊，米呀，還有身邊還有叔公啊、叔婆，全部他家喺一個貨房地方。咁更加人家嘅總部貨房地方是，他家人冇喺咧嚇，出因一個貨房出天數睇落背咩？煮飯出冇，設施嘛，真的是冇規模豐沛嘛。他家出去攞杯去嘅新屋安尼啦。一個貨房出冇乜嘅人咧。煮流水啊冇去髒啊，然後颱風落嘅，有啲牙不如吹起來。叫嘅出流水，一個塌坑嚟嘅，嗰度地部嘅東西，
全部拢黑去的。嗰陣嘅時節，阿公教本嘅時節，其實也要貨房嘅情形，一來佢叫冇人黑咧，一來開始有啲地方係落雨嘅，係咪？嘿，冇法度黑的啦，我要黑一樣不量啊，全部種唔得水。嘿，佢奇怪啊，佢有那個囊沙石會跌下來安尼。嗰時裏邊人講，其實當初接觸嘅時節情形唔係按好咗嘅。改唔好，情形改唔好。嗰時其實阿公比啲貨房唔係啲貴好嘅貨房，其實以為貴多嘅地方愛整理，但是一把一整理出嚟嘅佢有特色嘅貨房哦。休息一下，等下我哋埋嗰度講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一節目我哋喺內邊思維同人講，一對有阿公書行接嚟啲老貨房。啊，像每一下我做好多人講，嘅老貨房其實佢當然辦出去啦，冇人喺呢個嘅路真係都會流水啦，或者嗰度問題。咁當初接嘅時間，唔會想講我花喺多錢，冇花喺多精神嚟賺下東西。咁咱嚟投資下去，要想我講。到底係要賺一個重要，還是講那前面的新工作個重要呢？我真是嗰時陣吼，我特別嘅培養機長哈，我出國唔想做嘅，因為佢冇休息咩，啊你也沒有辦法安排自己的生活安尼，我就想說我出去辭職，我出去歸來，啊歸來做唔得冇事情咩，啊拄好說阿公出一個貨房吼，出根本嘅安尼，我就想啊，好冇出我就該賺一下回啦，我有個事情咩？啊，我出開始出貸款，我出開始來賺一個老婆安尼。啊，我朋友出講嚟講啊，起碼要200萬啊，冇200萬吼做唔得啦。我說那有可能會按度喏，他我有50萬啊，冇200萬啊，我出唔是我出一天我用50萬給總好來。不過真是冇法度咧。從2016年到今吼，唔係2013年到今，我差唔多總係400-500萬有。對於嗰度愛歸來創業嘅人來講，其實有啲物嘅其實係一個幸運嘅事情嘅啦。但是其實帳目唔係我哋想咁簡單啦，因為我哋外面可能人哋平凡人可能講，呢邊嗰度冇那路好嘅，但是可能我哋呢質量馬嘅路非常強，尤其係同設計師討論嘅時，你有請設計師嗎？我冇哩，因為設計師吼演很商業化嘛，啊演咧動作嘛規格。因以來吼，全部出總好誒，啊總好嗰度東西唔係我嘅東西咩？但是做下一出來不及了，我必須要真是想清楚，嘛該愛留，嘛該唔留安尼。這個決策的過程就是要很謹慎小心。嗰時等於你講，唔即係咩請設計師來做一全部嘅狀況，冇錯，因為設計師伊要用錢嘅嘛，好，伊錢可能係都包一到100萬哈，比如做到，當然對伊來講嘅話時間最重要啊。好，你譬如同講，哎呀，一般讓我種啦，一般人讓我種啦，大部分人讓我種啦，好冇錯，市場嘅路係你種，但是按你種出來以後，可能都像我講嘅，都冇特色。咁，那你即個想即個規劃，前前後後花幾久嘅時間啊？差唔多3年嘅時間，大致上差唔多嘅。不過都見吼，幾多地方還在修改。嗰時係等於如果一方面改都差唔多可以，我哋講可以做營業嘅，嚇，可以做生意嘅，都開始接一啲人客，係咪？然後一直到見嘅，其實唔係有陸陸續續有啲睇細地方，或者改到錯嘅。因為咁客家人吼，佢無當嘅牙吼，伊排列嘅方法改會了啦。不過我師傅吼，以米拜出講嚟講，出分嘅好多人嘅方式，他有個布置部，有個防水，一出唔會了嘅。不過我出講嚟講啊，我那是招人嘅方式，我出唔係客家人嘅安尼啦。所以我每次釀迄個無2-3年嘅颱風落又開始了嘅，出漲嘅幾多錢誒，所以這個是永遠的一個老本吼，我維持一個傳統吼，幾多錢就一定會一直花這樣。所以問的問題嚟講，做乜個按堅持維持一啲我哋講客人嘅做法同客人嘅貨房嘅樣啊，對人嘅民俗嘅一種我講
形象，还是讲你想要维持某个东西，你想要坚持某个东西。我过去以前哦，我提天师吼，通过一句话啦，我用讲伊讲吼，拍摄，他说，伊讲那所谓的传统就是依照前人的方式生活着，于是两代之间就有了对话的可能这样子。不过我在这种修复的过程中我看到我们就是客家人，他所有的文化跟生活方式都是在那个佛奉底杯，所以我因为依循了这样的传统的方式，我会更了解就是我们客家人祖先想要传给下一代的，不管是文化或是任何的思想，或是任何的古训这样子。你讲下地方啦，我想到以前的人，访问过的内边的刘崇峰，伊就讲伊嘛去归港田，啊有一摆伊去伊的那天神方，伊看到个前面的太阳，伊就想到讲啊，我阿公以前嘛去个天神方，看到看到一条太阳，伊有一个传统，可能你虽然迄位，伊迄虽然还顺五诶，但是伊还是做其他事情，也有一个传统的传承。可是其实对人民上来讲，也要精神最重要。你唔是该讲，因为我某嘢伊要有自己来嘅某嘢咩，我唔是甘愿讲吧，伊晓吼那是迄多一个佛奉地杯吼，因看到我用嘅装一个萝卜吼，伊厝底下伊阿公迄用嘅一年安尼啦。咁我哋嘛提講，其實也要蘿蔔啊，唔單止係也要佛奉民俗啦，唔單止係也要蘿蔔，好係嘅特色。其實第二位另外嘅特色係咪？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下也咪有啲個特別嘅特色？我講阿公我阿公有個條擺種鹽的咩？有個老鹽料，老鹽料底杯有5000種的唱片，黑膠唱片。哦，5000種，怎麼會有咁多種？都看以前佢有錢啊？沒有，另外媽媽條擺喺中國廣播公司當主持人啊，有一節目咩？我還記得韓生俺盧卡睇台呢，他在中廣台南台嘛當主持人，俺韓生睇台呢睇的時陣，俺盧卡有個錄影師。米飯有個中國人那歌星啊，要發片的時候，演出會來俺盧卡本來媽媽訪問，演出會帶一種演的新的唱片來。伊啲黑膠唱片啊，黑黃唱，其實你咧發片嘅時候，如果有唱片，冇得講唱片公司會基本係天台幫佢用俺媽媽全部冇調，係全部留下來。從1978年到1997年，這個10幾20年間，也全部留下來，收集了差不多5000種哦。佢等於係一堆我哋講台灣的音樂史嘅一啲記錄全部提。真是啊，台灣1980年是台灣流行音樂界最蓬勃的時候。因為我哋講像有啲人發我哋講發燒友啦，發燒友，而家聽外面數其實嘛冇數得多咁多，因為有啲個歌星可能都出一張唱片。都冇誒，對，不是，但是我能講天台地方，如果最完整的一個資料，但是也係聽下哋咧，但10年的民俗地方，佢像幾個房間地方，對外國人來講，應該會想過同外國人來係嘛？我講外國人來因為外國人會來因為一個佛奉。因為佢講咩後背有山條前有田，出為了這個景色而來的台灣人歸島出為了這個黑膠而來的這樣，所以兩個課程通通都有達到這樣。其實對外國人來講，就是認識一個載體的情形，唔係講，譬如講喺度面農，因為喺某個喜茶旅館，冇落去個飯店，其實你對唔是喺面農啊，喺高雄市都好呀。真是咧，啲人係因為貸款貸按度來漲嘅路況因為也全部一個外國人米拜來到愛民宿，就講。鼓勵我剛才講，民宿真的是 beautiful, wonderful, amazing。係俺哋條擺冇人安尼咁嚟講咩？民農全部歸到佛奉，像俺盧卡那佛奉，只不過是以歸到擦黑的去咩，冇說烏黑的，就是我們家有個很完整的佛房。因為常常啊，我英語講啊，黑的地方啊，都講唔清楚講一個地方有乜個講嘅地方。係真是咧。常常對外面嘅人就講哦，人落嚟，黑個地方係按寶貴、按講、按貼片。你看到眼嘅做下你嘅做條，我說哦 ，so beautiful， what is this？ 他們就覺得很神奇，冇看過咩？可是對外國人來講，你要落佛房，好。然後前面有山有水田，也係建設都真是代表
客家，台灣嘅闽南客家，伊啲農家最傳統、最經典嘅伊啲景色。但是對於我哋台灣嘅旅客嚟講嘅話，學嘅5000種嘅嗰種黑椒呢，真係以最大嘅想法。咁種啊，比如講我哋而家喺呢個黑椒嘅間房，一個房間吧，係咪？黑椒唔係黑椒睇老顏料地，老顏料地方，嗰時係啲貼喺啲展覽空間啊，還是講可以喺呢個？哦，喺喺身邊啊，喺呢隔壁，隔壁，但是佢老顏料要開放唔同嘅人講，要他家來做，只要來買民宿很好，按不要做的去嘅老顏料地方糖嘢嘅黑椒唱片這樣。嗰時等於講5000種，名義冇不用冇強可以種，至少5000的你哋能不用係。對，真的，嗰度係冇糖過哩。對啊，嗰時等於講係喺啲對魚膠貴有興趣嘅人嚟，把我創造到想講喺咪來起下，至少我都可以談到冇窮樣啊，冇你嗰種根本我咩談唔到嗰種廠牌。咁從我哋經營民宿過來以後，我哋都講老實話嚟講啊，唔到那叫那開始有賺錢啦。差不多我2016開始的嘛，2018開始賺錢嘅。2018開始賺錢，嗰時前面2年可能因為要漲幅啦，嗬嗰度，推廣嗰度，但是前一輪又出現，係啊，因為漲幅啊開售櫃台。嗰時喺度，那開始賺錢，因為我做乜人冇因為講，其實更加許多嘅年輕人，好比如我哋政府鼓勵年輕人歸去，有啲人冇辦法做農事啊，伊可能冇農地可以做啦。伊如果想講，我可能有興趣去做開啲民宿，但是你民宿嘅話，其實許多人都搶唔用嘅呀，可能我哋看喺偏遠嘅民宿，喺偏遠嘅宿舍，貴吃人啊，但是這個可以經營嘅時間。入米也抵是幾辛苦啊！幾辛苦啊！係啊，因為一開始做民宿嘅時間，本來講除了漲幅嘅以外啦，這個因為最辛苦嘅嘛。最辛苦，我講最辛苦係一個漲落步嘅過程啊，真是一個是腦力哈最辛苦嘅時候，嘛個愛留，嘛個唔愛打下嚟去，因為你看一個條板眼做下你嘅做條，藝術一個冇用嘅，藝術各種該打下嚟去，咪改一個現代化嘅做法。唔講藝術上做唔得呢，一個有歷史、有故事嘅東西應該打下嚟，我用嚟給旅客講這些背後的故事啊。藝術光想這個就是2-3晚都睡不着，要留不留這樣。嗰時對面講，那規劃也個一啲有一啲傳統嘅一啲特色嘅一啲民宿嚟講嘅話，花嗰度心思喺上面。真是啦，真是。咁從人哋規劃嘅話，對未來呢？未來對下邊民宿嘅規劃係乜嘢？我為了對一個民宿其實冇乜規劃，我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本自家休息，因為明年有幾種人下來咩？你講條擺，我去睇台北上班，冇幾多時間睇到卡，我見嘛幾種冇幾多時間睇到卡，嘛幾辛苦啦，因為人下出幾多咩？我當初冇面都不按多人來啦，可能請一個人，請兩個人來跟我天數安尼，我做到後華休息哈，然後跟一個民宿哈，再做更好的宣傳，本幾多人底下，我哋民宿有按呢按好按定真的服務安尼。嗰時等於講，人家工作同人家上班，最尾還是要有啲平衡啦，嗬。係，真是的，對於你其實想愛變係這個工作去接阿公嘅貨房嘅思維來講嘅話，冇想到有新嘅貨房對於來講係一個新嘅未來、新嘅生活嘅一種樣貌。你今日應該感謝思維來到嚟現場同我哋講下到人家嘅貨房嘅故事。謝謝主持人，謝謝大家，分享大家來面容了。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睇線上嚟運動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係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看到我都係第一來做運動嘅哦。永慶先生今日要來教大家係芭蕾瑜伽，優雅芭蕾加上瑜伽動作，將能放起來就聽先生同下來做芭蕾瑜伽哦。運動之前，請來準備像安尼等呢，有腐敗嘅，冇練嘅等呢。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我來做動作嘅哦。芭蕾基本動作呢，
我腳以為起好，記得我都是喺廚房嚟，師傅一夾緊，因為就係佢板凳嘅扶把，亦係數嘅一位，二三，行佢看書，下巴拉高，加上嘅鼓，一。二，看嘅書，三，好，慢慢地，看得先，慢慢地挺胸嚟，腳掌，挺胸嚟，控制你嘅平衡。可以話，拿來表兩隻手，肚子數，好，慢慢地數胸嚟。一、二、三，慢慢地挺胸嚟，腳掌挺胸嚟，因為這是可以板凳，腳骨穩，都是數，這會數胸嚟，記得你腳唔可以彎彎哦，伸出嚟，訓練你腳嘅力氣，慢慢地數下來，平家拿來做，像小雞可以啄米用嘅，好，雞嘅呢可以食飼料，你看我腳，點點點，踢上去，夾下來。數下來，好，一、二、三、四、五，嘅時間，踢上去，數，來做停留，增加嘅肌耐力哦。慢慢地數下來，更加多做旁邊。踢上去，控制好，好，電梯，放下來，做後背，用隻手佢板凳，腳骨穩，好，腳伸出去，小雞啄米，一、二、三、四、五，踢出去做停留。用一隻手，下巴抬高，看遠方。好，放下來，可以發彎片，用另外一隻手。慢慢地數下來，再看一次哦。小雞啄米，一、二。三、四、五，旁邊，二、三、四、五，電梯，好後背。一、二、三、四、五，伸出去，用一隻手訓練你嘅平衡感，再彎片，一片做好，來彎片的哦。彎片的時間，記得同個燈呢，把你另外一片去。準備好了嗎？辦好了哈。來做鼓的動作。
慢慢的腾空来，下巴拉长，练平衡，师傅要夹空来哦。你赶紧要放松来，脚七条打直哦，慢慢的下来。好，小鸡啄米。1、2、3、4、5，伸出去，练平衡感，手柄上去，提气哦。好，慢慢的下来，换旁边哦。1、2、3、4，提气。点滴，下来。两只手板轮，脚伸出去。记得咯，用个脚7条要伸出来，唔可安尼慢慢。1、2、3、4，好，板轮，两手伸长来，绑长来，眼珠看远方，下巴拉长。有感觉动作个优雅哦。好，慢慢的下来，再摆，伸出去。1、2、3、4。好，慢慢的弯片。我感觉手讲有人放，脚讲有人低腰要放，你的手脚会变得更粗更长，身材会变得更修长。点体，好，慢慢的腰背做一个延展，背囊打出来。来做后仰，放起来，再一次，慢慢的低腰背，背囊打出，多做压动作，可预防驼背。慢慢的放起来，phía中间，做一个缓和，吸气，手松出去。放都唔可以放诶，侧弯腰，骨下去，移动重心，弯片，
吸气，调气，跪在中间。今日动作記得了嗎？觀眾朋友，係每禮拜同先生同下做芭蕾瑜伽，明日同先生練習運動，身材會變改好，身體嘛會變改好哦。好好運動，還能下次再來了。